后来乡亲啊，闹到这个游泳池收水，使用这种18设备的强力的水条，千万唔通直接来冲暗管，讲真的引发到闹中风。台中一个37岁乡亲就是安尼，来看这个报道。去游泳池收水，未少人会用这个水条做SPA冲身躯，感觉安尼会使消除疲劳。台中有一个37岁张先生，就是像安尼伫冲暗管啊，结果转去了暗管啊酸痛，正边脚甲手拢无力，讲话开始袂清楚，厝内人惊着赶紧送伊去病院。像这个个案，他就是用水柱去冲击脖子后面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脖子后面这里啊有2条重要的动脉，叫做脊椎动脉。医生讲，一般脑中风的高危险群是有3关，慢性病也是长期食薰的人。因为张先生真少年，而且生活真正常。如果时常咧游水运动，所发生中风主要原因是伊用强力的水条冲暗管啊。它其实血管很脆弱，而且又走在皮肤的下面，就是很表浅的地方，所以在这么强力的水柱下冲击，它就产生那个血管受损，也就是我们用医学术语来说，就叫做血管剥离啦。医生佫讲，去剃头、洗头的时，有的店面会提供掠铃的服务，因为掠铃的时爱特别注意，暗管的边啊千万唔通垫伤大力，嘛唔通垫伤久，因若无落去染到，也是伤害到大条血筋，嘛有可能会中风。